外，这个欧洲新冠病毒的疫情佫量转来，西班牙甲英国昨一天确诊的病例数拢超过4000例。英国的专家来警告，政府若佫无作为，到10月中，英国一天确诊的病例可能会达到5万例。另外，世界卫生组织主导推出的全球疫苗共享计划，宣称讲有超过150个国家要来加入，也毋过。德国、法国拢讲无爱加入，美国嘛表态无爱参加。台湾呢，卫福部长陈时中讲袂哦，台湾要来签约加入到计划。欧洲新冠病毒的疫情还未得到控制。21号，英国和西班牙增加的病例超过4000例。英国科学馆瓦朗斯警告，若是政府阁无爱实施防疫的手段。刷落来，每一礼拜确诊人数唔但会继续增加，而且代志愈来愈大条。If that continued, you would end up with something like 50,000 cases in the middle of October per day. 因为疫情伤过严重，英格兰地区宣布，餐厅、酒吧等等的场所，22号开始暗时10点就要关起来，而且会有更较侪的限制。威尔斯大部分地区嘛自21号开始严格的出入管制。若是民众无正当的理由，袂使凊彩出门。英国首相强森正咧考虑，甲管制增加到全国，为着互新冠病毒得到控制，世界卫生组织目前提出全球疫苗共享计划，表示有超过150个国家要参加。不过，路透社引述消息来源，德国已经表示要和法国同款，无要透过世界卫生组织的计划来买疫苗。而且美国早就表示无要加入。